里叩头。岳父，岳父，岂是有？你是有开门！啊！巡守在江南，见血投入胆寒，上访为朕见，臣知太平也。巡抚官告进。巡抚官叩头。禀大老爷，巡抚无事。辕门伺候。啊！放告派太尉。啊！放告派太尉。密天原野，湘水云，这空哀怨，不忍分。来此一事，安远衙门不免鬼门责过。鬼门者后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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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鬼
本是后生，是告状的，是告状的，是告状的，去状词，去状词，去状词，状词有了。状词呈上。愿神兰溪追写诉与告状人且回3日后听审。 3日后听审。 3日后听审，3日后听审。是，阎王以状记，耳听好消息。唐氏璧手派雁那门，手派雁那门。啊！奇怪，那宋玉也被强盗谋害，怎么又来告我说？双词叫我心中怎藏？那宋玉何知道是？
且看状词如何？元神兰溪最写苏语告为野群岛这少时，其云妇人兰溪，如有杨子江中遇到一伙，将云推入江心，复早举口流泉老酒。距今山寨118载，水经官兵潮流，趁机潜逃，得脱解去。原来守约不曾死。环上主人远山秋海翻天梦是你且看后面如何？一门家眷竟被强盗，谁能谋害？是我父亲的名字啊！难道我的岂有此理？不信我眼前，那陈后来谁将壮士叫我谁去？一死大，这道是将我害，少不得生意明白为什么昙花风空欢喜。必有同名山，想天下同名同姓，原是不杀。这个谁能定是他人？休得度你，休得胡思乱猜。谁能啊？谁能？你这该杀的强盗，怎么偏偏与我弟弟性命相同？好不叫我心生难敌
幸被强盗谁能谋害？老爷，请坐。老爷，请用茶。这等不小心。原来杨子江中是发了，那手之仙不曾死。有天理啊！那南宫说什么有天理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南宫转来，南宫转来了。堂上一呼，揭晓本落。老爷如何吩咐？我有话要问你。老爷如何要问这老奴啊？我来问你，你是死有跟随太老爷的，还是长大了来的？老奴死有跟随太老爷的。好，太老爷姓什么？太老爷姓徐呀。我老爷你。太老爷姓徐嘛，老爷是也姓徐。好过也姓徐。我来问你，太老爷今年多大年纪63岁。太夫人你我与弟。没有太夫人，我老爷生从何来？老奴这基于太老爷，不基于什么太夫人的。好，太老爷平时做后生礼。老奴不敢言假。为何？倘被太老爷知道了，怪罪下来，老奴担当不起。不妨有我在此讲。太老爷你原是传后出身，冠在江湖上，这是我本钱的买卖。什么叫我本钱的买卖？ no， 就是见孙家有财有户，白白地搬了回来，这就是我本钱的买卖。好过我本钱的买卖。太老爷
平息口称害神。这，哎，太老爷做这生意难免伤身，可这18年来，他是上香拜佛，回购重山。罪了，太老爷口称害过，命唤受孕之什么？这快讲！爸，老爷用笔。记得那年，太老爷染了苏知县的灾，那苏知县自作却已遇险，那苏夫人都有几分姿色，太老爷见了，顿起不良之心，把传一行，心知杨子将中，把苏知县一推。退日将行，把宋夫人抢了回来，就要进了成婚。那宋夫人从也不错，好个宋夫人，她千真万累，第四不从。想为夫人后来你哦，多亏了2员外，哪个什么2员外？就是太老爷的兄弟，他仗义预防，撤家去了。他便怎样？哦，他加以请候，将罪灌醉了太老爷，悄悄开了回门，放苏夫人逃走了。太老爷就算是不见了苏夫人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太老爷醒来，不见了苏夫人，他就追呀，追到哪里？他就干呐！后臣干说，看到旷野之中不见了宋夫人，紧报什么？报什么？报什么？ no， 紧跑了回来。爬乃公，你说不说明白，我请上当，少得了你这老狗才。老爷息怒，待老奴是了。快讲！哎呀，老爷呀！太老爷赶到旷野之中，不见了苏夫人，竟从草丛中抱了老爷你。报了我回来耶！老爷苏醒，老爷苏醒。
心全了我手你是保我回来，后以为证。与白鹿山为证。白鹿山现在哪里？在老奴家乡。好，你连夜赶回去了那福禄山，前来见我。是。醉了，今日之事不得泄露。是。快去快回。是。快去快回。是。快走。来公转来，来公转来。老爷如何吩咐？你适才夙夜，千真万确。千真万确。就奉宣言。就奉宣言。好，快去快回。是。快去快回。是。快走。是。心绪落落着，身在风中旋。开门。